庭堅敵衛。宋朝時候，有一個大詩人，姓王，名庭堅，字魯直，別號山谷，又號雙井老人，洪州分寧縣人。喺哲宗元佑年間做咗太史嘅官職。佢生性極為孝順，雖然做咗大官，名揚天下，但係侍奉母親卻極盡誠心，總係不怕勞苦。每日晚上仲親自為母親清洗大小便用嘅馬桶。佢家裏面僕人好多，卻從唔會叫佢哋去做。佢無時無刻都喺度盡住為人子嘅責任。佢係宋代四大文學家之一。蘇東坡稱讚王庭堅嘅詩話：獨立萬物之表。宋王庭堅，官居太史，親敵逆氣，不以為恥。王庭堅，字魯直，一字山谷，又號雙井老人，洪州分寧人也。元佑中為太史，性至孝，身雖貴顯，奉母盡誠。每夕親自為母敵衛器，不使婢妾為之，未嘗一刻有缺子職。蘇東坡嘆其詩，獨立萬物之表。